我嘛要来关注，我嘛要来甲利用，我嘛要来关注。应该看有吧？好久不见，来各位朋友，好久不见。进来的先分享一下，我有重大事情要宣布。来100人呐、来100，来150。来晚上好，T 大晚上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来250啊，来先分享啊哦，先分享。来下午好，贝贝你好，来300人，好久不见啦。有想我的打想我2个字好不好？打想1个字就好了啦。有想我的打想1个字。瘦了不少，有吗？哎呀，你甲老邱赖一下，啊怕位置讯息有意见。哎呀，嘿，大事情，我有很重要的大事情要宣布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很重要的大事情要宣布啦。对啊，来400人啦。来不成400啦。各位朋友，1000人，我宣布重要的事情，先给我1000人，好不好？1000人，我今天要宣布很重要的事情啊！有听我的分享，先打已分享3个字啊！哦，谢谢大家啦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！哦，因为我这阵子遇到很多事情，哎呀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开直播。那我们公司这几天有开一个股东会议，哎呀，所以决定了一些事情。那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告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分享的先刷已分享，来500人啊，来给我办。OK， 子柔，我下播再密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感谢各位朋友的分享，好久不见啦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刷一整排爱心是不会刷哦，来刷一整排爱心啦！你要不要上镜？你敢拍谁？你会不好意思吗？会吗？来600人，阿姨，来600人哦，你甲阿姨用一下。来，各位线上所有朋友。平常有在看我直播的刷加6，你们平常都有在关注我的直播的，有在看我直播的，好不好？帮我刷加6一下，帮我刷加6。恁平常时拢有在看哦，阮公司所有的人在直播的人，来恁有在看的先刷加6者，好不好？来700啦，来目前700人，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一档没有1000人，我事情都不宣布了。3分钟的时间先分享，3分钟之内没有1000人，我关直播啦，好不好？来760啦，来770啊。今天我要宣布这些事情哦，我跟你说，跟旧团队有关系，你们也是可以多多支持他们啦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朋友，来背吧，来刷一整排爱心给我，好不好？哦，先刷一整排爱心给我，好不好？伊迄个音量来较细声。来800，来800，谢谢这么多支持我的粉丝铁粉，还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进来看我直播啦，哦，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哎呀。真的，小弟在这里非常感谢。我这阵子，你们也知道我发生了很多事情啊，我很低潮，你们都知道，我都没什么心情直播嘛，你们都知道。来，知道我最近没心情直播的，知道打知道一下。好像大事，对，没有错。我今天一定要宣布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来，900人了，900人了，好久不见了，综艺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大家好啦，来950啦。哎呀，妹妹上镜一下，对啊，对啊，很久没有直播了，来950，旧团队没有错，你说到重点了，来970了，
已经970了啊，来980，来1000啊，1000人啊。谢谢各位朋友，我先跟你们讲哦，因为我们公司这阵子，来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我这阵子一直都没有直播，你们知道的，刷加一下。我心情低落，我一直没有开直播上来，你们知道的朋友帮我刷加一下。那我要宣布一些事情哦，因为我需要你们的一些互动，我才知道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，懂我意思吗？来1100人啊，签约了。那个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啦，真的啊，伤久无直播啊啦，啊嘛是今日有这个代志，嘛是爱甲恁讲一下，也要对你们负责一下，哦，很多事情还是要跟你们告知啊，哦，就是啊，我已经离开彰化了，我现在人不在彰化，跟你们告知一下。那彰化那边，林家珍啊，老邱，还有那个谁，还有，彰化那边是老邱，还有阿转，还有林家珍，他们现在跟我都没有关系了，跟你们告知一下。我现在在外地，哦，我没有在彰化了，我要重新来了，好不好？重新去新的城市来打拼事业，你们会支持我的，打支持2个字。那我要跟你们告知一下，林家珍跟老邱还有阿转，你们还是可以继续支持他们。因为我们公司的股东会议开会说，就是我这阵子啦，我坦白说啦，我这阵子其实我已经一阵啊无开直播啊嘛，对吧？哦，已经一阵子没有开直播了，造成公司很大的损失，而且我都没有在管理团队啦。那造成我们公司里面内部，内部的问题啦。我嘛无方便讲伤济，反正就是讲白一点，我被废掉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被股东会议废掉了，就这样。那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，我不能怪说谁的问题。那我在这里恳求各位朋友，继续支持林家珍，老邱啦，还是阿转啦，对不对？那至于天风的话，我在这里跟你们宣布，天风一并被我们公司的股东会议全部都废掉了，我们公司都把他们都废掉了，我也被废掉了。来，懂的打懂啦，恁有了解无？懂的打懂，懂的打懂啦。我即摆已经拢离开彰化。你们之后如果要找我，我不在彰化，我跟你们告知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应该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会在桃园啦，桃园或者是新北，跟你们讲一下啦。没有开放自取，以后都没有自取了，就是用货到付款或者是先汇款这样。谢谢大家啦，天风的部分，我们公司已经把它废掉了，也不在我们的服务团队了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，都可以让你们发问啦。来，1700人啦，感谢各位朋友支持啊！是铁粉的刷铁粉2个字给我，你们是我铁粉的，先刷铁粉2个字啊，好不好？我莫卡电话啊，人卡电话我。来1800人，来是铁粉的先刷铁粉。对啊，我梁凯也是在，因为他没有，他都一直在公司里面，所以他没有被废掉啊。那我之后我会去外县市，我会自己重新来过啊，重新打拼啦。因为我2个礼拜没有管理团队，2个礼拜没有去来内部的事情，我全部都没管啦。还有第2件事情就是2个礼拜我都没有直播啦。那
所以造成我们公司极大的一个损失。这个我也是接受我们公司的董事会议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大家啦。彰化不是老家吗？对啊，我家在彰化，可是我们有签一个条约，就是我彰化那个场地，就是我已经签了，就是干嘛？租让给他们新的团队，给他们使用，租给他们，他们一个月就是要付1万块的那个租金来给我。哦啊，他们怎么经营就是他们的事了，好不好？现在那边谁在处理，我不方便透露呢。嘿啊，今天我不方便透露，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个老板就对了，我不方便透露。哦啊，谢谢各位朋友啦。嘿啊，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天风没有在我们服务团队啊，我也没有在那个服务团队了。我再来，我会重新组一个团队啦。啊，你们愿意支持我的？就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啦。哎呀，直播也会裁员哦，会啊，为什么不会？公司不是自己的哦，公司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下，我们公司里面的囤货成本，大家都知道，起码好几百万嘛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哪这搞？一定是有股东啊，很多股东啊，所以股东他们那边。就是开会的意思，就是叫我，对啊，离开那一间公司啊，我不胜任啊。哎呀，天风现在也没有直播了，也被我们团队都废掉了。反正我们公司就一次性的裁员啦。哎呀，有像这种裁掉啊，鲁鲁天风还有我啦，啊还有常伟啦，常伟也被废掉了。哦，常伟也在我旁边来1900人啦。哎呀，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重新在外县市，重新来，怎么说？重新来过啦，哎呀，我希望你们这些铁粉可以支持我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哎呀，感谢各位朋友说永远支持我，真的谢谢啦，哎呀，小弟啊有恁家的人甲我收听哦，我讲真的啦，哎呀，真的无共啊，建议卖衣服，来各位朋友。我问一下哦，我现在重新组一个团队，或者重新来过，你们希望我卖什么东西？来给我一个意见好不好？来2000人啦，来不成2000人啊！你们希望我卖什么东西？您希望我卖啥物件？来给你们意见一下，你们意见帮我发表上来，好不好？您希望我卖啥啦？还是卖香水、卖精品包包啊？还是卖艺品啦？还是卖里里扣扣啊青菜啦？给你们决定啦。好不好？来，你们一致性的帮我回应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重新打拼啦！对，我重新来过。那我这次，我要宣布一下，我这次如果重来的话，我说真的，我没有要再找人合股了，我不被找人合股啊，我要独资哦。我一开始创业可能资金不太够啦，可能货源不太足，所以各位朋友，请您给我支持一下，安尼啦，哎呀。常伟为什么被裁员？因为他很少直播，他的结论是很少直播，那直播上来又在那里跟酸民在那边呛来呛去的，对公司没有建设性，所以被裁员了。哦，懂我这个概念吗？哎呀，那。我们是和平的分开，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支持一下旧团队，马英感收听啦。哦，你们会支持，你们有听我的，你们就要支持旧团队；你们会听我的话，支持旧团队的刷加6。哎呀，我感觉讲，因为这是做人一个原则哦，恁嘛是袂当讲，因为阮离开这间公司啊，恁就讲，哦，安尼阮无要听伊啊啦，安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卖你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哦。其实你要叫我卖任何东西，我都可以哎。你们要不要看我随便拿一个东西来卖？哎呀，黄金跟钻石可以啊。对啊，我台北有厂商，我可以卖黄金跟钻石。对啊。天风跟你一起新北直播卖东西没有？天风。就直接裁员了，他直接回竹东了，他没有在我们的服务团队了。再跟你们讲一次，
没有在我的团队，也没有在旧团队了，拢无伫阮公司啊。天风跟鲁鲁都直接废掉了，好不好？回去他们自己看，要自己开直播，因为他不受控制，他被裁员的原因不受控制。那2个月的时间，我要答应你们说要教他，2个月的时间也到了，结果伊2个月无啥改变，一直甲恁封锁，还是甲恁臭干辣椒，规气公司拢甲伊废掉啊！你听我讲的意思哦，我也没有让他跟着我了，也都没有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没那么厉害啦，我重新组一个团队，我还要让天风来我旁边，我没办法啊！你听我讲的意思哦，哎呀，卖生活百货哟也是可以啊，哎呀。谢谢大家啦！哎呀，卖衣服哦，衣服我不太会卖呢。唉，我这2个礼拜，我说真的，我的变化很大。哎呀，说真的啊，我这2个礼拜我发生的事情很多啦。哎呀，你们都知道我难过的点在哪了啊？还有遇到一些事情啦，我不好说啦。啊其实就过了就过了啦，我自己也不想计较了啦，就这样啦。哎呀，卖吃的哦，也是可以啊。你要不要上镜啊？哎呀，我跟常伟一起啊，对啊，常伟也是之后都跟着我一起做啦。鲁鲁是哪一个主播？没有，他不是主播，哎，他本来是小帮手，就给我们废掉啊。我说真的，因为天风。第一点，因为天风的关系啦，我们团队本身就已经损失很多了，哎呀，可是我又没有去管理，我2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有在管理我的团队，讲真啊，我嘛唔对啊，所以我唔知感觉讲，我要尽最后一点责任，就是你们也要支持旧团队，是这个原因，懂我意思吗？那我说真的，我从今天开始我没有再脏话了，你们不用去脏话自取说要找凯宾，我跟你说。我没有再脏话了，好不好？懂得打懂啦，哎呀，懂得打懂啦。对啊，我现在事情发生很多啦，哎呀，老板被 fire 有没有难过？怎么说？一定难过啊，因为怎么说，这个团队我至少也经营了那么久嘛，对不对？咱做了后摆，其实咱嘛做足久啊，结果这种结果一定会难过，一定会难过，多多少少啦。哎呀，被天风封锁后就不再看凯宾的台，所以我说真的啦，天风过来拢跟我无关系啊。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！啊，恁之后愿意甲我支持，愿意甲我收听呢，恁就入来甲我听。啊，恁若无愿意听我，无愿意看我直播。讲真，我牙刀牙枪甲恁去甲恁勉强嘛无意义嘛，对不？哎呀，谢谢啦，真的谢谢大家啦。哎呀，今天其实我开上来就是宣布这一件很重大的事情。那新的团队之后我会跟你们告知啊，可能我最近会开直播啦。哎呀，再来旧团队他们地点也会改变啦，可能也会改变他们地点。我不确定他们旧团队要怎么经营，是他们的带头的人，他们会去决策一些事情嘛？我没办法决策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 ？Uber， 从以前就跟你买跟看直播居多，谢谢啦，感谢玉琪啊。哎呀，可以找李人联播，他在台南，我预计是我往北，我没有要往南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因为他在台南啊，我预计我是要往北，我没有要往南啊。哎呀，我把我们的公司顶让掉了，讲白一点是这个概念啊。你听我讲的意思哦，我把我所有的股东我把我手上所有的股份全部都转让出去了，我就是卖因啦，我无要爱啊，哎呀。就是重新来过了，好不好？常伟在我旁边呢，来上镜一下，看，刚拍就好做。哎呀，来各位，我以后就是跟着凯宾下去做了。哎，我也是被团队裁员了。哎呀，来啦，公司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一件事情，
你们都知道嘛，天风的事情造成我们团队极大的损失，谁带他进来的？我带他进来的。第一件事情是这个，第二件事情，书法老师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发生了这一件社会事件，也是我带老师进来的，哦，又是我的问题了，所以也是我有错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基于这2点，我就是被废掉，我没有第二句话说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就是这样，哎呀，那我的意思是啊，还有2件事情是我私人事情啦，我无想要讲啦，哎呀。因为大家若有在关注我，有在看我 po 文的，拢知啦。哎呀，其实就是你们都知道啊，我没办法接受。对啊，2个礼拜前，哎呀，就是去世了嘛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很难过啦。哎呀，好啦，各位朋友，那今天就是跟你们宣布这些事情啦。哎呀，我一直以为凯宾是大老板。我才几岁呢？我哪有可能是大老板？哪有可能对不？无这搞啦，没有这么厉害啦。房子怎么要租给他们？因为他们不用再花钱了，因为旧的直播室嘛，我把股份全部让掉了。那旧的直播室，他们要怎么去运用？反正我1个月就是收1万块的租金啦。有去我们公司的都知道，一边是直播室，一边是私人住宅。私人住宅就是我家嘛，那另外一边是直播室，就是2栋嘛。啊，这2栋，我就是周边啊，这栋直播室是因的使用空间，伊袂当来我的私人住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哎呀，就是这样啊。老师就是发生一些社会观感不佳的社会事件啊。哎呀，他开枪嘛。坦白跟你们说啦，这虽然是老师的私人事情，可是这对我们公司也是有连带责任啦。我其实我免甲恁解释伤济啦，反正就是安尼啦。我就是要重新来过啦。我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支持我，来愿意支持我的打支持2个字啦。我希望我现在看到最少200人打支持啦，好不好？你们愿意支持我的打支持2个字。再来我跟你说啦，我们公司还发现了一些事情啦。我无想要讲伤这啊，让我很心痛的是，我们公司还发现，又有我不在管理团队的期间，又有人偷我的东西啊！监视器我都有调到啊！他有自己私讯我，跟我认错了，我没有打算提告了，不然业务侵占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啦。那叫业务侵占，你知不？谁去世我不想说了，好不好？那个事情过了，我就不想说了。谢谢你们各位朋友的支持啦，就这样啦。我就重新来过，好不好？感谢啊。你们希望我之后卖什么东西啊？以后不要在我的台问天风了，伊无伫我的公司啊，我嘛无伫迄间公司啊，不要在我的台问天风2个字了。可以吗？是谁偷？我们公司的员工偷我的东西啊！你们没有发现我2个金戒指不见了吗？连手机都有人要赶啊，有够喊的，就是这样啊！监视器有调到啊。跟生人书法老师开枪那个吗？没有错。其实那是老师的私人感情事情。我也不想管太多他的私人事我跟你说，反正我就是都离开那个地方了。彰化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都离开了，我行李现在都在车上啊，我现在没有在彰化了啦。跟你们告知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感谢大家啦。这个粉专记得帮我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。今天就跟你们告知这些事情。老邱在旧团队啊，他一直都有在直播，所以我跟你说，再跟你们宣布一下，以后他们那边得标不是私讯胡冰冰，胡冰冰的账号我拿回来了。因为私讯像我唔知啦，你们自己之后再看啦。可能私讯不知道哪一个账号，以后得标不是私讯胡冰冰了。
也不是私讯胡凯斌，你听我讲的意思无？老邱因拢伫旧团队，安尼，就是安尼。之后去哪里开哦？北部啦，北部开。天风没有偷东西，我可以保证。天风无搞我偷客物件。怀念你跟老邱一起工作。其实老邱哦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伙伴。那老邱今天为了，说真的啊，老邱就是因为我要离开那个团队了，老邱今天哦，就是要请我吃饭啊。他等一下要来找我。我现在在北部，泽哥。我即摆人伫即个新竹啊，老邱等下要来找我，要请我食饭啊，老邱等下要请我食饭，伊要来新竹找我，那之后我应该会在新北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先这样了，各位朋友。天风没有偷我东西啦，莫一直讲天风啦，天风因翁仔某无甲我偷过物件，不是天风啦，小帮手偷的啦。没有，我现在在新竹啦，我没有在新北。对啊，没了你还算团队吗？老邱他们现在都创一个新粉专了，胡凯斌线上直播那一个粉专没有用了，他们以后叫胖鹦鹉嘛一个叫胖鹦鹉，一个叫翔犬，他们都已经创新的粉丝团了，你们可以去追踪他啦，可以支持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天风出局了，对，天风已经被我们公司裁员了。我也被裁员了，好不好？找时间来店里，泽哥等我有闲转去中华的时阵啦，我再去找你，好不好？会跟宝弟开直播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不同公司，好不好？泽哥 OK， 我有空回彰化我再找你，好不好？凯斌你来新北，我们认识一下，可以啊，有机会的话，好不好？还有我跟你说，以后在路上看到我。想要拍照就拍照，想要认识我就打声招呼，不要已经走了还在那里私讯说凯斌，我刚刚有看到你，我想要拍照，我不好意思，你就直接来，你就安尼，凯斌，刚跟你翕相一下，安尼就好啊嘛。什么离开啊，在底下咧私讯讲，凯斌，我刚刚有看到你，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来不及了啦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有看到我想要拍照就直接叫我，不用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就是安尼啦。好，泽哥，我有看到，就是有机会我回彰化，我会去找你，好不好？说好的吃饭呢？有空啦，我用在做伙食饭啦，老邱开 GTI 来找你了，对啊，大家都喜欢我，谢谢啦。有你们这2000人这样默默的支持我，其实都够啊，我先跟你们说，我没有很伟大，那个阿露斯的哈密瓜一颗不是1500块，我们公司的股东有出一半的钱，因出750块，我出750块，所以我要感谢旧团队默默的支持我，可是他把功劳归于我嘛，可是我还是要支持旧团队，旧团队出了750，我出了750。所以旧团队也默默的帮我支持我很多啦，俊成跟你一起，俊成早就离职了，凯斌唔好行唔对路，行乌的，不会啦，我这个人会走黑的吗？我看到上歹人，虽然我直播的时候有当时就上歹人。新公司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新公司叫什么名字？你之后问他们好不好？反正我就是离开一间公司啊，我嘛离开中华，就是安尼。我可以1个月给天风5万，那陈一你自己私讯天风不干我的事你直接找天风就好啊。你也要1个月给他5万、10万、50万，拢领导的代志，你直接私讯天风，跟我无关系，好不好？不管你到哪里都支持你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没有天风的下落，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是正式的全部都分开了。那今天可能，对啊，我就是宣布一下啦。旁边的是常委嘛，对啊。来，纯志哥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谢啦。我现在就是跟
一些朋友在一起啦。哎呀，有一个妹妹很不好意思，你要上去吗？我照你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高一点。哎呀，哦，已经离开彰化了啦，不会在彰化出现了。哦，我会出现在彰化只有几个点啦。我跟你说啦，就是迄种端午节爱等去拜公妈啦，过年爱等去拜公妈啦，啊个啥，中秋节啦，反正就那几个节日我会回去拜公妈而已啊。那平常的话，我应该都没有在彰化了啦。哎呀，我拢无伫彰化。哎呀，重新来过吧。彰化太多事情了，我觉得我好累哦，我心好累。哎呀，那跟天风的合约我讲真的啊，我跟天风签的是经纪约啦。那签合约的人是我啦，我跟他违约，他也同意了，直接违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以后不要再请不三不四的人，不会啦，我以后都会过滤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拢会过滤啦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讲，发挥同情心，就是让天风来我们的团队，给他一口饭吃啊。想不到天风进来后发生很多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我在板桥吗？我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在板桥。哎呀，凯宾，你是跟他们拆股了吗？对，没有错，不是拆股。我把我的股份全部让给我的股东会议，我卖因啦，不是让给他们啦。初一15嘛无等于，我就是会回彰化的，就是那几个节日，重大节日啊。哎呀，我在新竹哪里不方便透露。哎呀，等下你叫人来给我拍要安怎，我会惊呢，对不？无啦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我找到一个定点之后再跟你们讲嘛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直播不要删除哦，斌哥 ，OK 啦，这一档直播不会删掉。安娜刚进来，没事啊，哎呀，没什么事啊，哎呀，好，直播先关掉了，各位朋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重新来过，没有错。之后还会卖艺品吗？我想要卖什么就会卖什么啊，哎呀，像我跟你讲啊，要卖啥物物件。